个消息来看，在美国总统 Trump 又搁有新的动作啊，伊是来回忆讲，那阵在 MLB 这帮大联盟克利夫兰守护者，也搁有 NFL 美式卡球的华盛顿指挥官，无改得登去原本的球队名，安尼就会去阻挡因的新球场的计划。 美国总统川普伫社群媒体答问，那因无将名改当原本的华盛顿安培，佮将迄个喊国的名华盛顿指挥官队名摕掉，我可能会对因时间限制，袂甲因达成，互因伫华盛顿兴建新球场的协议。克利夫兰也应该对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名做同款的代志。球队头家多兰真有政治色彩，已经连续3摆选举失利，原因就是换迄个喊国的名。 多兰无不清楚，那改当印第安人队无定着也真正会当选掉。两个球队拢表示无计划改当原名。川普最近对恢复旧队名的兴趣反映出伊更较大的企图，也就是将全国文化敏感性甲种族正义评论了后所做的改变，一个一个推翻。With honor, present to you the Washington Commanders. Everybody step up. Our new uniform. 川普今年较早甲华盛顿特区政府达成协议，计划伫旧 RFK 体育场原地址兴建美式卡球新主场。另外，川普敢是真正有能力做了这项协议，也有待观察。华盛顿安培2020年宣布无去使用这个名，也将印第安人标志取消。迄当时全美国针对系统性种族歧视甲警方暴力问题全面反锁的时期。 另外，根据南华早报20引用真侪非消息人士所做的报道，川普可能会伫10月30到11月7日，伫南韩主办亚太经济合作会议进前，也是会议期间，甲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场边会谈，也有可能伫会议登场进前先访问中国，甲习近平见面。公司新闻吴林编译。